即係話我第一句説話，你鬧我，我好唔中意啊！我係凡夫嚟啊嘛，你鬧我，我點會好中意㗎？我相信冇人咧就話你鬧我，我第一個念頭就好中意㗎。咁除非嗰個人係黐黐地咯，俾人鬧都會中意嘅咩？咁佢第一個念頭我可能唔中意，但係第二個念頭我就已經將佢化解咗啦。即係話你呢個妄心咧，呢個咁嘅受咧，照見五蘊皆空。第一個咩啊？我即時就照見受蘊皆空，我唔俾佢侵佔我。你個受係一條蛇嚟嘅，你想咬我啊，好難啊！我嘅修行已經去到個地步，你咬唔到我噶啦。但有啲人唔係，繼續咬。但係去到第三、第四個念頭，佢開始入想啦，佢再分析，因為佢成日聽見講經説法啊、修靜坐禪啊、修止觀啊，佢去到程度高啦，咁佢咪解決咗佢問題咯。所以佛法係幫助你解決人生嘅苦惱，幫你從痛苦裏邊轉出嚟。我哋人啊，都係俾感受累到我哋好痛苦㗎。我哋永遠係活在感受之中。你想唔想就活喺感受之中啊？因為你想我超出呢個感受，我嘅修行已經超出個感受啦。想現場聽觀誠法師親自分享佛法智慧，歡迎你參加10月26號倫敦同11月2號伯明翰嘅2場免費講座，一齊深入了解觀音法門，學習放下煩惱，活得自在。